咱若认家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要赦免咱的罪，洗清咱一切的不义。哈利路亚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咱的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。咱若认咱的罪来到伊的面前，伊要赦免咱的罪，洗清咱一切的不义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好，咱做伙起立来敬拜咱的主，咱要带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。哈利路亚，星星看见牛奶玉米之地，星星跟随云主火主带领，甩开不幸只宣告你的话语，在敌人面前得胜有得胜，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，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，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，这是我的胜利宣告。星星看见牛奶玉米之地，星星跟随云主火主带领，甩开不幸只宣告你的话语，在敌人面前得胜有得胜，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，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，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，这是我的胜利宣告。让我们再盼望能力，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，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，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，这是我的胜利宣告。要得胜的神宣告，应许祝福降临到。我要得胜的神宣告，荣耀恩典降临到。我要得胜的神宣告，应许祝福降临到。我要得胜的神宣告，荣耀恩典降临到。我要得胜的神呼喊，耶稣你为我征战。我要得胜的神呼喊，忧愁惧怕都逃跑。我要得胜的神呼喊，耶稣你为我征战。我要得胜的神呼喊，忧愁惧怕都逃跑。我要高唱哈利路亚，天天赞美，天天唱。我要高唱哈利路亚，我要唱，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，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，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，这是我的胜利宣告。盼望能力都因耶稣的名，平安喜乐无人能够夺取，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，
这是我的神的宣告。哈利路亚！我们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神。是的，主啊，这是我们在你面前信心的宣告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的盼望能力都在于你，我们的平安喜乐都从你而来。是的，主，我们要献上我们的赞美在你的面前。是的，主啊，谢谢你，因为你一直都在。主啊，你应许你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在危难之时，我们选择信靠你。主啊，因为我们深信你必带领我们度过。是的，主啊，在一年的开始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在你的面前；在一年的末了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在你的面前。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一生之久都有神你的同在，有神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还怕谁？我们还惧谁呢？是的，主啊，谢谢你的应许，谢谢你的同在，谢谢你的带领，谢谢你成为我们的牧者，成为我们所依靠的那一位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危难临到我信靠你，甚至你必领我度过。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。当暴风雨向我靠近，有你同在，我不知畏惧。你是我的牧者，我所依靠。每个夜，每一天，我知你永远在身边。主，你永远与我同在，在你里面没有改变。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，一直到永远。靠你丰盛应许站立，我的未来在你手中，坚固磐石，全能战胜，我敬拜你。危难临到我信靠你，甚至你必领我度过。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。当暴风雨向我靠近，有你同在，我不知畏惧。你是我的牧者，我所依靠。每个夜，每一天，我知你永远在身边。主，你永远与我同在，在你里面没有改变。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，一直到永远。靠你丰盛应许站立，我的未来在你手中，坚固磐石，全能战胜，我敬拜你。
你永远与我同在，在你里面没有改变。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，一直到永远。靠你丰盛应许站立，我的未来在你手中，坚固磐石，全能真神，我敬拜你。坚固磐石，全能真神，我敬拜你。让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，将我们的心再次带到神的面前。是的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成为我们最大的依靠。主啊，你是那坚固的磐石，是我们心所信靠的。主啊，你是那一位全能的神，配得我们的敬拜的那一位神。是的，主啊，求你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主啊，引领我们，主啊，我们的心要单单的向你来敞开。主啊，求你更新我们的心，更新我们的灵。是的，主啊，为我们造一颗清洁的心。主啊，让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主啊，让我们的心敞开，单单的来寻求你的面。主啊，求你改变我们的生命，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单单为你而活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是我们的牧者，是我们随时的帮助，是我们生命所有的依靠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是的，主啊，求你改变我，使我能够更像你。主，求你改变我，使我能更像你，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，重新有真挚的灵。主，求你改变我，这一生能为你活。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再次用这首诗歌来祷告。主，求你改变我，使我能更像你，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，重新有真挚的灵。主，求你改变我，这一生能为你活。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改变我，让我合乎你心意，改变我，让我生命能像你，改变我的心，贴近你的心，叫我更多认识你。改变我，让我不再为自己，改变我生命居住在我心，
改变我的心，炼净我生命，每一天与你同行。主求你改变我，使我能更像你，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，重新有真挚的灵。主求你改变我，这一生能为你活。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改变我，让我合乎你心意，改变我，让我生命能像你，改变我的心，贴近你的心，叫我更多认识你。改变我，让我不再为自己，改变我生命，居住在我心，改变我的心，炼净我生命，每一天与你同行。我愿放下自己，我愿降服于你，圣灵降下能力，将我生命全更新。我愿放下自己，我愿降服于你，圣灵降下能力，将我生命全更新。改变我，让我合乎你心意，改变我，让我生命能像你，改变我的心，贴近你的心，叫我更多认识你。改变我，让我不再为自己，改变我生命，居住在我心，改变我的心，炼净我生命，每一天与你同行。改变我，让我合乎你心意，改变我，让我生命能像你，改变我的心，贴近你的心，叫我更多认识你。改变我，让我不再为自己，改变我生命，居住在我心，改变我的心，炼净我生命，每一天与你同行。改变我的心，炼净我生命，每一天与你同行。是的，
主啊，这是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祷告。求你改变我们的生命，炼净我们的心。主啊，让我们每一天能够为你而活。主啊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行在你的旨意里，让我们的心能够与你更贴近。主啊，顺服在圣灵的引领当中。主啊，让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们自己，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是你给我们的力量，给我们随时的帮助，成为我们的依靠，我们才能够站立得住。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你。谢谢主你的保守跟带领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请坐。咱三甲来吟圣诗54首，同心而乐天父，同心而乐天父，自然永我上帝。听谈人民无穷无尽，照顾天顶地下。请起立吟全首。这是咱同心出声，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毕列岛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。上天担坐伫全能父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们。咱三甲来祈祷，听阮的天父，是阮的主，感谢你的保守甲看顾。感谢你赐下安歇的主日，予阮会通暂停无闲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。求你帮助阮，当困难来临的时，赐阮信心，予阮看见痛苦以外的光。阮相信你要医治甲带领。求你的恩典，逐日更新阮，
伫跋倒的时扶持阮，伫迷茫的时引带阮，互阮行伫真理的厅中，互阮伫困境中看见救恩，经历你丰盛的信息甲慈爱。求主拄起阮心中的邪情私欲，赦免阮的罪，互阮有智慧去分别好歹。求圣神引带阮的言行举止，互阮毋但是听道者，更是行道者。互阮的家庭充满你的平安甲疼。求主的圣神甲牧师伫地，赐福伊的服侍甲家庭。即时求主安静阮的心，互阮会通用心来领受牧师所讲的信息。阮要将今主日的礼拜完全交托。求主固守每一个参与服侍的同工，求圣神教阮伫地，互阮明白主的教示，互阮的性命得到更新，引带阮照着你的旨意来推动教会事工，互阮会通同心合意、甘心乐意来服侍，帮助教会事工进行顺遂。阮要宣告，阮的家庭、工作、感情甲人际关系，拢互你掌权。阮无要倚靠家己。要单单信靠你信息的带领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听者，即时咱来启应，请掀开启应文12篇，显着咱三角来启应。上帝是阮得闪的所在甲溃烂，所以地虽然变迁。其中的水虽然哗哗好牙影，有一条河，伊的开车，互上帝的城欢喜。上帝伫迄中间，城的确无摇动。义邦哗哗好，上帝出伊的声。万军的耶和华教咱伫地，来呀，来看耶和华的所做。伊互高前线到伫地极，尖断枪，恁着定定着知我是上帝。万军的耶和华教咱伫地。咱来看圣经，请掀开新约马太福音5章44节到45节。显着我来读，若是我甲恁讲，对着恁的，着听因；分别恁的，着替因祈祷，互恁成做恁伫天灵的爸的囝，因为伊互伊的义起来照歹人甲好人，也用互恶意人甲不义的人。上帝的话看到遮，咱请牧师来讲道。讲道的题目是赦免人。大家平安。赦免人是因为代志已经过去，咱毋通阁互遮个代志来捆绑。伫圣经的中间，咱圣经安尼讲，所以人伫基督的内底，这就是做新创造的。旧的代志已经过去，大家拢正变做新的。伊讲伫基督的内底，咱是新创造的人，所以咱毋通阁去互遐个代志甲咱捆绑掉的。特别这是一个旧的代志，咱日子一日咧过，昨对咱来讲是已经拢过去的代志啊。新的是今仔日搁来头前的道路，所以伫基督的内底，遮个代志拢已经过去。总是咱真正看见真侪人，伫做旧的代志，伫几十年前的，伫几年前的，伊也拢记条条咧。因为伫因的心内有太侪的伤害，伊受人欺负，伊受人看轻，伊受人无公平的对待，有太侪对到，互因心艰苦，伊毋甘愿，伊硬心，所以伊旧的代志伊无法度甲伊讨绑，伊就行袂过啦，过不去。虽然这代志已经过足久啊，过60年啊，但是就是过不去。当然是安怎过不去？因为过不去的人，就是因为伊受的伤害，对伊内底是对伫伊的心底是非常的严重，所以当然迄种的痛苦，迄种硬心，迄个毋甘愿，真正互伊挡袂过。
总是即个圣经在伊讲，若是伫基督的内底，安尼咧讲啥物？虽然这个代志捆绑你，互你遮艰苦，人伤害你遮尔严重，但是你若看耶稣，你倚靠耶稣，你明白耶稣的旨意，遮个代志拢会过去。而咱去所读的圣经讲，这是一个命令。若是我甲你讲，恁着听困着你的人祈祷。哦，这挑战真大呢！我若要怨恨你，就袂歹啊；我若莫报复你，就袂歹啊。圣经讲，着爱搁甲听，听搁无够呢，搁着爱替伊祈祷。这种的挑战实在有够大。到底这个原因伫倒位？就亲像45节所讲的，互恁诚做恁伫天灵爸的囝，因为伊互日时伊起来接歹人甲好人，伊也互管压义人甲不义的人。咱看去上帝才有一个真普遍的恩典。上帝毋是讲咱做基督徒欢喜照伊的教示行，我互你日头晒你，我互你逐种的生活。咱知影日头甲雨水，这是咱基本的生活拢需要的。咱需要日头来晒咱的身躯，互咱的迄个五谷菜色会当大长。咱嘛爱需要雨水，反正就是支持咱性命的基本需要。上帝伊的恩典是普遍伫正人的身上，所以上帝伫迄个耶稣伫即个所在，伊就伫即个所在甲咱命令，是即个原因。上帝的恩典是普遍的，伊对好人是安尼，对歹人也是安尼，伊互人的恩典拢白白拢共款。所以咱既然咱去正做伊的囝儿，你搁较认捌伊，你听听伊的故事，甚至你本身已经互伊讨棒，你毋通搁甲遐一般的世俗的人共款。所以恁着听，恁着搁为伊祈祷，毋是你无报复就真好，是真正爱搁用听，用实际行动来替伊祈祷。伫英国有一个牧师叫做海蒂牧师，伊即个牧师伊就含伊的查某囝含伊的丈夫，因为伊的丈夫伫受英国的宣教派到伫迄个香港的所在。即个海蒂牧师，海蒂伊伫迄个中间，含伊丈夫是受派到伫迄个香港真平民的所在。假使你若有机会看影片，也是你有机会去到伫遐个所在去明白，因迄个宋乡的贫民窟，因所住的是一家啊，一个人住的拄好的贫民窟啊定。因真正是迄个所在，迄个树亲像鸟人啊，搁骨啊赞徛起伫迄个真正一间厝世界间已经徛要几十人伫迄个所在，所以咱伫遐看见迄个环境是非常的歹。毋若安尼变数真有限，所以迄个所在臭尿破味，真垃圾，鸟鼠啊足济，家雀拢到处拢是，因迄个鼻实在是真艰苦。有一天，因的丈夫受派到伫中国。咧做工，所以海蒂带伊的查某囝只有4岁啦，定就到伫贫民窟的所在。迄个所在有一个青年，伊吸毒吸海洛因，伫伊咧做工，一直咧关怀迄个贫民窟遐个宋乡遐个可怜人的时，为因祈祷的时，因的查某囝伫迄个所在，煞互伊强奸。当即个囡仔强奸了后，伊就开始无安全感。伊暗时要困的时，伊拢一定爱举一支刀啊！毋若安尼，当暝困，当暝拢做噩梦，伊就拢不时拢叽叽叫，足歹困的。甚至伊开始伫迄个受即个人欺负了后，伊开始有一种迄个暴力的现象，常常甲伊的小弟安尼甲，甚至伫因兜就摔东摔西，摔来摔去。所以伊真正伫暗时咧困，拢爱举一支刀来时，当然做老母的，佮丈夫无伫身边。伊搁遐尔少年，伊的心真正是真艰苦。伫真艰苦的中间，当然带去看医生。当医生听讲即个囡仔拢举刀啊咧困，逐暝拢叽叽叫的时，连医生都感觉有够痛苦的。即种的疼，人较会挡会牢。伊是一个真有疼心的人，伊一个真认真因带人去关怀遮的人。所以虽然伊的囝受到遮尔大的侮辱、甲欺负、伤害。伊毋敢埋怨上帝，但是伊心也是真艰苦。伊就常常伫上帝面前祈祷，伊伫遐敬拜俄勒，甚至用跳舞跪咧祈祷。伊逐工就是安尼咧祈祷。祈祷的时，有一天上帝就甲伊问：
问讲，你阁有要听送香人无？伊讲，主啊，你知，我愿意。主啊，我愿意。总是伫伊的祈祷，伊还阁讲上帝啊，敢会当互你的听，真正全部拢关压伫即个地上的中间，毋通有即种的伤害人的代志发生伫我的环境的内面，伫别人的环境，伫所有的人的环境的中间，互人无伤害。虽然伊常常安尼祈祷，伊日日安尼敬拜，但是规年来伊所拄着遮个艰苦拢无透放，伊犹原是非常的痛苦，所以伊就离开迄个环境，转去到伫英国的所在。查某囝渐渐大汉，就伫英国的中间读册，读到搁较大汉，亲像咱今仔日的国中、高中。无拍算有一天，上帝搁找伊转来到伫迄个香港的所在。有一天，伊搁安尼咧祈祷，遮个代志拢一直捆绑伫伊的心，足痛苦的。伊知影上帝是真，伊知影上帝会做工，但是伫即种看因查某囝遮艰苦无好的事，伊也是足痛苦。所以伫祈祷的中间，有一天上帝就甲伊问讲：你知影迄个人无？伊甲上帝讲：我知。伊叫做黑色。牧师讲：好，你知影伊叫做黑色。伊讲：你敢知？黑色逐工拢伫我面前祈祷，求我赦免伊。今仔日我爱你，我嘛爱你去甲伊来赦免伊。黑色讲上帝啊，你敢知影？我已经有赦免伊啊，只不过是无去看伊。上帝讲你的赦免无完全。伊讲上帝，你敢知影伊做啥物代志？上帝讲我知啊。上帝讲我听你，我爱你知。我定义是为家所留的宝血，我是为着世间人每一个人所留的宝血。我常常为着遐个强奸犯流目屎，我为着遐个抢劫犯流目屎，我为着杀人犯流目屎，为着遐偷摕人的囡仔去卖拐卖儿童的，我嘛为伊流目屎。伫世间你想袂到的遐上界歹的人，我拢咧为着伊流目屎。主教海蒂牧师讲：你敢知？我是你家顶所留的宝血，我毋若为着你留，我为着遮个所有的每一个歹人咧留，每一滴血若流咧，我拢甲遐个人讲：我听你。佮流落来，我就讲听你，杀人犯我听你，强奸犯我听你。当迄个海蒂牧师听到遮个时，伊就爬起来。牧师，迄个主教讲我爱你，去甲迄色去遐个赦免。伊真正上帝甲讲遮个话了，伊就爬起来。伊爬起来了后，伊随到迄个贫民窟，一个就认出迄个少年家啊。虽然过来年无看，伊随时就认到。伊就讲：“Hello， 我知影你有甲上帝求赦免，你甲耶稣求赦免是毋是？”伊甲伊点头。伊讲：即个时阵，我爱你来替我祈祷。所以，虽然迄个贫民窟的环境遐尼啊臭，但是即个海蒂伊阵规个伫迄个所在，即个黑色伊就欢手伫海蒂的中间求上帝的听。伊讲：我需要上帝的听，我需要足济的听。若无足济的听，我真正无法度赦免。我需要足济的听。所以当即个迄色欢手伫伊中间为伊祈祷，求上帝对天降落上帝的听的时，伊发觉伫迄个环境已经毋是迄个贫民窟的臭味，是规个拢互上帝的听归类，拢甲伊围掉咧。啊，伫迄个围掉的中间，伊心灵真正感觉非常的充满，喜乐慢慢出来了后，伊就爬起来，伊为着迄色祈祷了后，伊讲：我已经赦免你。迄天转去，咱知影，迄个香港日时的时，英国是暗时，啊，所以伫天父伊拄敲电话转去互因查某囝的时，迄阵拄天父转，因查某囝讲：妈妈，你敢知影？过6年来，我头一摆真暝困到天光。即个查某囝伫迄个所在，伊的病完全得到医治，迄个袂困疾，迄种的捆绑完全袂困疾。
马太福音第6章14节15节，上帝就是安尼赦免你。你若赦免人，其实就是对你的一种的恩典。你伫遐咧怨恨，你唔甘愿，你无要赦免人，你等到硬心，你暗时袂困觉，你头壳痛，毋但安尼，你着精神无好，甚至着忧郁症。有个人着真正因为安尼自杀，就是因为你无要赦免，因为你唔甘愿，所以你日子过到足痛苦，你过袂落去。所以上帝命令咱赦免人，乃是为着咱的恩典。上帝讲，你若无要赦免人的过失，天灵的爸也无要赦免你。但是你若赦免人，天灵的天父也要赦免你。这2节的圣经在咧讲啥？赦免人已经甲上帝的关系结连。当你咧赦免人的时，你已经称作上帝的囝，你已经甲上帝的疼三角结连。所以上帝讲，我用新的诫命予你，就是恁着三疼。新的诫命，恁着三疼。三疼的关系是对对来，就是对赦免。你无赦免，哪会三疼？假使你若有印象，伫2020年2020年5月25日的时，迄阵的新闻非常差不多逐天拢咧报即个新闻，就是伫美国有一个迄个会议的一个美国人就对啦。会议的美国人，伊46岁，伊摕假钱去买物件，结果去互警察掠去。当即个警察甲伊掠，扣手铐的时，甲伊放伫涂骹，即个警察用单丝规个，用迄个规个骹头钉伊的颔棍。伊无几分伊就躲袂掉，伊讲我袂喘气，但是警察拢无插伊。8分钟，即个黑人弗洛伊德就过身。当即个代志爆发了后，26号，所有的黑人规个出来都开始咧暴乱，因去伫商店的中间，迄个超市抢劫足济的货物，甚至因放火烧民间的厝，因嘛丢汽油弹，反正暴乱非常的严重。毋是干那伫迄个城市那点，是足济的城市，遐个非洲人、遐个黑人拢挡袂牢，规个拢暴乱呀。伫即个暴乱的中间，咱知影，迄个涂骹若是有暴乱，一定拢有足济垃圾的所在，足济粪扫。特别就是遐个暴乱的人心情毋好，都要破坏即个城市。伫新闻咱看无到的所在，就有教会过日起来，透早开始扫涂骹，甲涂骹扫甲真清气，互人真感动。毋若安尼，咱知影伫暴动的中间，有足济的超市拢关的，你好野人拢会当款足济物件转去厝囤啊。但是爽向人因无啊。所以因想要去迄个商店买物件时，商店拢关的，因就无要买日用品，因就无通食，无通用，就开始有百姓出来，家己自发的去买足济的食物来分互遐个需要双向的人来生活。开始因就有足济无共款的州，拢开始出来咧游行。伫迄个无共款的州的游行，开始有白人的警察开始出来。伫迄个白人的警察，甲遐个游行侪黑人斗阵，当然嘛有足侪白人的百姓斗阵，甲遐个黑人手牵手，伫迄个所在三甲示威游行，甚至伫因一个警察局长，伊跪咧，伫迄个游行的人的中间，伫遐认罪赦免，认错，阮的警察是阮毋对。甚至我相信这影片有出来吼，因为我有看到，伫迄个时阵有一阵的警察跪咧，伫迄个游行遐个所有遐个百姓反抗的百姓的面前，点头伫迄个所在求赦免，其中一个人伫迄个所在来甲因认错，求赦免。代志有真济开始咧反转，有一天还搁咧游行的时。一个非洲的囡仔一直哭，伊看见即个动乱，伊想到家己过去的时代人，也伫即个种族歧视的中间受欺负，伊一直流目屎。一个白人的警察转去甲揽咧，甲安慰，
甚至摕水互伊啉。教会做遮个工，侪基督徒带遮个百姓，甚至足侪百姓开始来认家己的毋对。当因欢喜，无爱阁用歹对歹，承认家己的毋对的时，就亲像你欢喜赦免你的刀啊放下的时，人的生命就无共款。所以，伫迄个时阵，迄个弗洛伊德就是因的小弟，迄个过身，迄个黑人的小弟，伊就甲证人讲，代志到遮煞，咱莫阁抗争，因为我相信，这毋是我的兄哥所爱看到的。耶稣讲：“我用新的改变互恁，就是恁爱相听，因为我就是安尼听恁。恁犯罪，恁得罪我，恁误解我，佮一摆甲我顶十字架。你咧出卖我的时，就是一摆甲我顶十字架。我也阁欢喜赦免你，我留机会互你。伫人的中间，咱人若有艰苦心的时，咱拢试过去斗，试过去讲，总是要甲你讲。你若安尼斗，你去安尼讲，无人会帮助你。人只不过听咧尔定，遐个人真正袂安慰你，真正安慰你的，受你家己欢喜放下，靠着主的气力，伫迄个所在来得到医治。所以，伫我的姊妹，我会记得这两个故事，我伫遮拢捌讲过。阮有一个老师，伊做高中的老师。因两个囡仔拢足优秀，伫细汉的时，伊足好甲训练，两个拢是伫学校拢第一名，伫班级拢第一名。后来佫保送乡中，拢读啊足好势。但是囡仔还袂读高中，迄个时阵伊规身躯拢专癌。伫迄个到要过身的时阵，因为伊个性真强，人咧甲讲啥拢毋听。伊怨恨伊个家啊，伊怨恨伊的丈夫，反正大家拢毋对就对啦。两个囡仔虽然伊足疼伊的，但是伊也是常常甲伊骂。爸母迄个伊的新妇，伊也怨恨伊的丈夫，伊也常常拢安尼骂，常常安尼骂。伫有一天做礼拜三时，我无事你请我，我请你替我祈祷。迄阵伫教会罗家教会，阮中昼拢有留咧食饭，所以阮两个就伫教会内底，人拢离开礼拜堂，干那阮两个，我伫遐甲伊讲，你爱赦免，我带伊认罪，求上帝赦免伊。伊讲我欢喜赦免我的大家。我欢喜赦免我的丈夫，我欢喜赦免这，我欢喜赦免这，欢喜赦免这。当伊欢喜赦免了的时，伊规个人拢变做一个人。开始伊的面有笑容，毋然安尼足发光的，因为开始后来伊的癌哪来那严重，我差不多3、4天、4、5天就去因兜甲探访一摆，开始听伊咧讲话，我就知影伊佫无偌久会过身。我安怎知影伊会过身？伊讲上帝，迄个牧师，我昨做一个梦哦。我做一个梦，梦见讲吼，我去迄游乐场所，足水的。我伫遐足快乐的，我伫迄个所在，伫遐咧享受迄个场所的快乐。我的灵的感动是伊的日子无久啊。所以我佫过2日，我佫去甲探访。伊讲牧师，我昨暗咧困的时候，我看见明明的我是安怎，我的人海变一粒足水的花。我知影伊的日子近啊！伊咧问讲牧师是安怎？我实在是迄阵伤少年，我袂晓甲讲你准备什么好势。我无甲讲，我甲讲你祈祷上帝，我甲他祈祷上帝安慰伊。我毋敢甲讲你的日子要近啊！当然到后摆足歹的时，虽然伊一直癌拢伫的，无较消，但是无共苦。伊甲伊的丈夫迄个感觉就无共款。因为伊都无上班，啊，阮有早倒回嘛。伊有一天早倒回来，伊就讲伊的丈夫即马伫工地，其实因丈夫是足优秀的，啊，因为伊介强，也知影怎足有能力的，开变一个准敢若足无路用的人，准变伫咧做，准伊所有的技术拢无咧用啦，科技的技术拢无用，就去到伫工地，因为找无头路，就去咧共顾问、顾技师的工厂的迄个咧做工的迄个空地的迄个所在。我甲讲，
廖老师，咱要来看你的先生无？伊讲好，阮早倒回就有已经过来的人啊。我驶一台车，我驶福音车，一台车坐甜甜。廖老师笑嘻嘻，我毋捌看见伊迄种灿烂的笑容。当伊欢喜下面的是，伊对丈夫就完全无共款。我嘛会记得我甲你讲一个琼文的故事。迄个琼文，伊有皮肤病，伊有迄个骨癌，伊乳房对乳房迄个癌症开始，然后伊的皮肤病甲骨癌。你去甲探访的时，对头到尾伊拢无要插你，所以听伊讲话，就是逐句拢负面的。我看到我丈夫足讨厌，我看到啥会足讨厌。我有一天头仔拢听伊讲，到有一天我就讲，我看你的丈夫比我的翁婿足好的，好几啊倍。但是我嘛感觉我足幸福的呢。我要甲讲的是心态无共款。起头我去拢无要看我，后来开始知影我真正是用听咧听伊的时，伊会甲我讲话。到最后，伊就开始讲伊的痛苦。我甲讲你需要释放，你爱内在医治。伊就有一天走去教会去找我，我甲伊做内在医治。伊讲起伊细汉的伤害。伊讲起伊伫做婴仔时，老母做伫外口做事，甲等的，拢无咧插伊，巴肚枵哭，尿珠仔淡哭，拢无人治的。伊敢若会记你讲伫因咧庄骹的厝，迄圆仔茶，咱的厝圆仔茶，哭的圆仔茶酒桶的声，伊讲我到今阁会记你，我拢倒伫摇篮顶。我怨恨我的爸母，我怨恨我的丈夫。大家拢许我怨恨着，无一个好人啊！当然我知影，伊就是因为怨恨凝心，伊的细胞病变，所以伊的癌道开始恶化。毋若是对面癌开始尔，因伊开始骨癌，手拢袂使摸一，甲摸一伊就会疼。我安尼甲摸尔，伊就会疼。甚至伊的皮肤癌，规个拢是。总是伊欢喜认罪，伊欢喜下面的时，伊的人拢变。咱看见两个事实，咱看见佮头仔迄两个故事、大故事，佮这两个人的见证，饶舌所带来的，其实就是恩典。迄已经过去啊，你何必得互伊来捆绑你歹过日？既然耶稣爱你下面，伊已经为着你死，伊已经每一句话甲你讲，我爱你。伊血嘛为着迄个杀人犯讲，我爱你，我疼你。耶稣毋是安尼，伊的听，伊的恩典是普遍的，所以耶稣甲海蒂牧师讲：“我爱你，去甲伊下面，我爱你，去到伫伊遐真正的下面，是下面带来医治，下面得到怜悯，佮称做上帝的囝。所以耶稣讲：我用新的改变互你，是恁着三听，因为我捌听恁，恁着安尼想想。”恁若三听，正人要对安尼知，恁真正是我的学生，恁照我的行为来行，我安尼咧对待你，你安尼个对待别人的时，恁真正是我的学生。三甲祈祷。阿爸，阮知影伫人生的中间，逐个人多多少少拢会得到伤害，总是伫伤害的中间，有真侪人就是过袂去。阮有真侪基督徒真容易就遮个代志交互主。总是阮看见真侪基督徒嘛受到这个代志来捆绑。主，你知影，检测伫阮中间也阁有即种人，因为因受到迄种的伤害太严重的，因毋敢讲，迄种的伤害真正讲袂出，非常的痛苦。但是上帝，你知影因的心的艰苦，你互因知，你已经为着即种互人侮辱的痛苦定死伫十字架。你所留的保护，你对因讲。你听伊的时，是要对因的医治，互阮今仔日，假使伫阮中间，也阁有即种人有即种的经验的时，互因会当体会到，耶稣基督已经替伊担遮的歹，你已经将你天顶完全的疼来医治割抹因心内所有的伤，互阮内底每一个人，要阁互遮的痛苦来捆绑，是完全伫你的面前来投放，是一个行路有力。学了上帝有见证的人，迄个伤虽然我无法度袂记你，但是已经无法度伤害阮。反倒当阮会当用着这来夸口讲，阮靠着主，阮得胜有存。
愿你互阮对你得到即种的快乐，伫人的面前会当做的是即种得胜的见证。阮用信心甲感恩来学乐你，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咱三个来吟圣诗409首，主耶稣的细囝，主耶稣的细囝，无得快上去，着常常讲好话，互耶稣欢喜。请起立吟全首。请坐。即时我来报告，请摕出手中的酒报。顶周聚会主日礼拜73人奉献8970块，主日2 15人奉献460块。拜一妇女团契有8人，拜三基督会17人，拜六相连团契7人，拜六青少年团契5人。下主日事工分配，讲道是陈秀安牧师，诗会李玉杰执事，苏琴科学教长老，当日麦雅伟执事，黄静华执事，敬拜第4组，电子琴刘安德弟兄。主日2第4组导播音控黄家乐、李崇胜，电脑投影二村楚姐妹，交代马雅琪、李仁香。交通组有刘祖义、佘安兰。下周事工分配，拜一妇女团契，拜三基督会，拜四中职探访，拜六青少年团契新春暂停，拜六相连团契主理刘主义长老。圣诗279首甲296首。圣经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32节，题目持守5万。本周金句记载伫马太福音5章44节，台语国语咱做伙来读。若是我甲恁讲，对着恁的着听因，困迫恁的着替因祈祷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教会消息第1点，本会伫2月8号召开和会监选潘家群传道为本会第7任牧师。开票结果出席59人，得票59票，全票通过当选本会牧师。第2，金主义会计报告1月份收支销目，并举行2月份庆生会。受请名单如下：有李慧茹、李圣贤、陈连如、黄银华、白素贞、麦慧玲、黄静庆等。生日快乐，愿主赐福福杯满溢。第3，本会定伫2月17拜2中昼9点举行新春清社感恩礼拜，请兄弟注意礼拜时间，备办心参加礼拜。过年期间例行周间聚会，2月16到2月21拜1到拜6拢暂停一届。新春清社感恩礼拜服侍人员如下：讲道是陈秀安牧师，诗会是二东梅长老，苏琴科学教长老。圣经以弗所书2章8节到10节，题目是领受主恩，性命有力。当地的是黄丁秀长老甲李玉杰执事。敬拜第4组，交代陈延儒甲杨丽春姐妹。交通组是刘祖义甲佘安兰。
第四，本会3月1号举行一年一度会员大会，礼拜时间提早伫9:20开始，接纳2025年完成事工，2025年年度决算，甲审查2026年议定事工，2026年度预算，请兄弟注意礼拜时间。礼拜后伫1楼举办爱餐，请兄弟会记早晚伫爱餐服侍当天是妇女团契服侍，愿上帝赐福因的服侍。和会会员名单根据2026年第1届小会第2案议决公布伫1楼公布栏自行查看，若有疑问请向第2长老黄丁秀长老更正。第5，妇女团契灵修营活动日期2月27拜五，时间是下早8点到下晡5点，地点伫教会副堂，讲师是陈秀安牧师，免费参加，毋过爱报名以便准备餐点。报名到下主日2月22截止，请向李敏秀会长报名，邀请兄弟踊跃报名。第6，高雄中华教社部举办228纪念音乐会，时间是2月28拜六下晡2点半到4点，地点伫高雄市文化中心至善厅，免费售票，登记到2月20拜5截止，请向黄丁秀长老登记。当天也有开放自由座，有登记售票的，当日开场前到文化中心领票。参加的请自行前往。第7，高雄中会2026年度读经运动计划举办手抄以斯拉记、尼希米记、以斯帖记，自即日起开始报名到2月26截止。报名费用每人200块。包括书写稿子1本，请向传道部林丰正长老报名。第8，本会到墩仔角教会建堂募款30800块，到恒春教会建堂募款是43500块。感谢陈秀安牧师的辛劳，感谢上帝的赐福。第9，下主日正道讲师陈秀安牧师创世纪29章16到35节，题目是人无听，上帝听。我来报告金主日的奉献。月定礼拜现金有54人奉献2370块，月定现金有4人奉献18200块，感恩现金有6人5800块，建堂现金有8人79500块，妇女团契现金有1人1000块，新春奉献有5人3600块。奉献总计是1110470块，请起立吟奉献的诗歌。请坐。即时咱来吟祝福的诗歌，吟诗后请牧师来祝祷，请献开圣诗513首，愿主赐福保护你，愿主赐福保护你，愿上帝阳光遍照你，也用慈悲款待你，愿耶和华常常看顾你，赏赐你平安，请起立吟全首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感动，甲恁大家三角地地，
伫人生的中间，你我咱拢对加减，拢会拄着侪侪受人歹款待、艰苦心、伤害咱的事。总是上帝耶稣基督已经替咱担当遮的罪。当咱若倚靠伊，欢喜照伊的教示来行，来赦免为着遐个欺负咱、遐个对敌来祈祷的时，你就称做上帝的囝。上帝天顶逐种的祝福，就要丰丰富富伫你的生命的中间来引带你、看顾你，是对这世界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兄弟咱请坐。伫遮祝大家兄弟吼新年恭喜，快乐平安。咱伫遮甲咱提醒一样代志吼，就是伫迄种迄个后礼拜日吼，就是后日拜日下早9点，咱就是咱的旧历年的初一，咱教会有举办即个新春清社礼拜吼。即个时间是9点吼，会记日，咱拢会准备心，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感谢、甲伊敬拜吼。愿主使咱伫新春的时阵，咱有9天的年假啦吼。祝咱大家会当快快乐乐、平平安安，来过一个即个新年吼。来，我伫遮，咱来看即个咱教会的小北的收入甲支出，就正月份的吼。咱伫咱的周报后壁面遐拢有吼，来咱做伙来看，做伙来关心吼。我来报告，咱来听。咱即个经常会的收入吼，就是合计就好我拢报告合计的部分吼。咱有收入207220块。咱即个全校的收入有合计113600块。所以咱即个正月份的收入总计是320820块。来，咱来看即个计表吼，咱支出的部分，咱有支出总计221796块吼。所以咱即个正月份的收支甲对除起来吼，咱拄好有剩99024块。所以目前到正月份，咱的经常费呢，累计有剩1445128块吼。来，咱看上下骹即个所在，咱的建筑基金，咱顶月结存是342272块，咱本月收入有92500块，咱有付出咱的贷款的利息41454块，所以咱的等于咱的本月现金拄有剩393318块吼。来，咱来看咱的贷款吼，咱本来有贷款2313万，咱已经有还即个本金1834000块，所以咱即马拄有就是有欠即个贷款有21296000块吼。总是咱过来对除咱的建筑基金，咱即马有剩393318块，所以咱就是咱的贷款就是不足。有2090万2682块吼，就是不足2090万2682块吼。以上甲咱做即个咱的经常会甲即个建筑基金的报告吼，互咱来了解。好，咱继续吼，咱来举行即个2月份的庆生会。咱若是有来兄弟吼，咱无客气吼，来到台前，来接受上帝的祝福，接受咱现场迄个姊妹的祝福吼。来，咱即我称呼简略啦吼，咱有来，咱念着名，来到台前吼，来有，伫倒呀？伫遮，李慧茹、李圣贤、陈燕如、黄仁华、白淑珍、麦慧玲，来，黄建庆叫着名来。起来，家己的脚刷一下来，咱头前来，咱徛好势，咱开来唱生日快乐歌吼。好，
好，谁开了唱哦？来，祝你生日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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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唱台语的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咱请陈牧师啊为这受请来祝福的祈祷。阿爸，我感谢你，伫遮阮有5位的兄弟姊妹，啊，伫这个所在，啊，用感谢的心，因真欢喜伫众人的面前，互人甲因祝福。祝因伫这个月的生日的中间，是为着过去阮奉献感谢。因为因敬拜上帝，所以因欢喜来到伫主的面前。阮为着过去感谢，我相信你对因有引带，一定伫阮中间因也有做这种的经验甲见证。伫过来的日子，阮当然要继续恳求你引带，互因伫引带的中间，伫你引带的中间，听主搁较加添，性命也搁较丰盈、丰盛，甚至信心搁较坚定，搁较坚固，甚至主你的恩赐伫因的中间。伫新的一年的中间，也甲因有感觉，有搁较无共款，甚至听主搁较济，伫服侍的中间也会打出来，也甚至伫敬拜上帝的中间，因也会搁较勤。伫因的家庭的中间，有你搁较稳定的祝福，伫因的伫社会生活的中间，因也会当搁较顺遂，人际关系会搁较圆满。照你天顶6种祝福的好美，伫因无共款的需要的中间，拢来满足因。迄个基本的需要就是因哪来哪会当倚靠上帝，就看见你奇妙的因带哪来哪无共款。祝福因伫头前的中间，毋但听主听上帝，服侍主，因的生活也充满荣耀主。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来教会吼，咱教会也准备一轮来生日礼物吼，后壁来送互这受请，咱请陈牧师来送互因，好不好？最后所有者在座的所有受请啦吼，咱最后咱来讲一句祝福受请的话，会记一啦吼。我讲1、2、3，咱做伙来讲吼，来1、2、3，祝恁生日快乐！上帝赐福恁后请话济，兄弟姊妹，咱请起立，咱做伙来吟闭会祝福诗歌，最后所找起我。今晚咱互相请安，互相祝福。